100年前的今仔日10月17，是台湾文化协会所成立的日子。保存真侪历史文学的国立台湾文学馆，嘛是伫咧10月17所成立的，到今已经18冬啊。所以台文馆今仔日专门举办活动，带众人来感受台湾文学的珍典。 伫迄个简单思想就会有罪的年代，台湾的民间艺人并无啥物自主权，即块乡村的自然民谣、思想机，记录咱对禁歌到自由创作的时代。这些歌曲台湾的诗词歌谣文学，都是代表台湾文化嘛，台湾的精神嘛，那就来听。我的馆庆就是要希望把文学的精神会当来继续来传落去。 那今仔日阮的活动真侪哦，那主要是拢是要纪念文化协会自由、平等、文明这个精神。庆祝文协伫咧100冬前成立，2021年10月17，也是国立台湾文学馆满18岁的日子。文学馆专工办音乐会，带民众对民谣、古典音乐到流行歌，回忆这100冬来台湾争取思想自由的点点滴滴。到台南市嘛，疫情后。 就一个活动，就想讲来行行看卖。因为我刚好在那边看那个现代舞的演出，就觉得这100周年的活动办得蛮有趣的。对下晡到下暗，文学馆外口也有文化市集、现代舞相关的表演，希望招众人到店来感受这100冬来的文艺感动。记者阿明金、郑凯文台南报道。